哇，乔小姐，你的身材好好啊，这套婚纱真的很衬您呢。那是啊，乔小姐可是梁家的真千金，京城奇少的未婚妻啊。乔小姐，您的电话。喂，齐，怎么了？小新，雨桐回来了，她生了重病，我要照顾她。婚礼往后推推吧。订婚3年了，齐言还是一如既往对他那个青梅竹马上心。梁雨桐的生日他要去陪着，梁雨桐出事他要去帮忙。现在梁雨桐生病，齐言居然要推迟我们的婚礼。既然这未婚夫能这么不要脸的得寸进尺，我也没必要再惯着他。乔小姐，乔小姐，你这会儿真的不能进去，齐总在忙。乔小姐，哎，乔小姐。阿言，乔新月，你怎么这么粗鲁？不会敲门啊？好一对狗男女！胡说什么呢？雨桐是你妹妹。星儿，我知道，我不是梁家的真千金，却霸占了梁家大小姐的位置这么多年，所以你回来之后一直对我心存不满。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抢什么呀。梁家的一切本来就该是我的，你也配说抢？够了！雨桐这次回来是因为生了重病，你非要这么咄咄逼人吗？对了，我帮你拿到了圣彼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你先去读书，等你回来，我们立刻办婚礼。让我出国留学，好给你这对狗男女腾地。乔星夜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我答应跟你订婚，就绝对不会反悔，不过就是推迟几天而已。不用推迟，姐，我正式通知你，婚礼取消。乔星夜，你们梁家还得和我们齐家合作呢，这婚礼啊，你取消得了吗？哼，别闹了，你不肯，也取消不起。没有自知之明，就去洗手间照照镜子，真以为自己是什么香饽饽？乔星夜，哎呀，这个乔星夜简直就是疯了！他一定是对我心存不满。自从3年前，他以梁家真千金的身份回国，就一直对我有意见，甚至他还污蔑我要杀了他，这才逼得你们把我送出了国。只是我没想到，都3年过去了，他还是这么恨我。跟你没关系，是他太小人之心了。阿言，你别这么说。星儿不是不顾全大局的人，回头你哄哄他就好了。哄他？哼，这么多年，谁不知道他爱我如命？你信不信啊？不出3个数，他就会乖乖回来道歉。3、2，听见了吗？肯定是他回来了。齐总，
怎么是你啊？乔星夜呢？那个，齐总，乔小姐已经离开了。妈，怎么可能？星夜，快上车！哎，星夜，我可是听说梁雨桐回国了，你和齐言是怎么打算的？苏苏，你手下不是掌管着很多营销号吗？你去帮我发个公告，就说我和齐言闹掰了，我要取消婚约。啊？你之前不是一心想和齐言结婚吗？怎么突然改变心意了？我只是需要找个人结婚，又不是非他不可。乔星夜这个女人，玩欲擒故纵玩的挺溜啊，什么时候居然也学会这种手段了？阿言，你别生气了，星儿应该只是说说而已。齐总，网上很多营销号爆料，乔小姐亲口说你们已经退婚了。什么？这个乔星夜到底在搞什么鬼啊？这齐言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夫人，都是乔星夜在搞一些小把戏。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蠢货呢？你竟然为了梁家这个上不了台面的假女儿，毁了你跟乔星夜的婚事！啊！哼，我怎么越看你越像白眼狼啊！当初你生病的时候，可是乔星夜没日没夜的在照顾你。齐氏出现危机，也是乔星夜以梁家千金的身份帮你度过了难关，难道这些你都忘了吗？妈，都是乔星夜他太小气了，我不过就是说了婚期延后，结果他就过来朝我发一通火。知道他生气了，还不赶紧道歉？乔欣，你适可而止，你现在马上撤回这个爆料，程兴只是一个玩笑。等这个事情结束之后，我会给你举办一个盛大的婚礼。乔欣也居然把我给删了！乔欣也居然把我给删了！我该死！乔欣也没有任何的收入来源，我跟他联络我以后，可能运气到什么时候？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务必把乔星夜给我哄回来！寻梦旅人设计公司，这不是那个这几年崛起后就迅速上市的设计公司吗？星夜，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老板好。老板，星夜，你不会就是那个寻梦传说中的神秘女老板吧？好家伙，我还以为你离了梁家和齐言会活不下去，没想到你现在一个人都能顶一个梁家了。之前一直忙婚礼，没有时间打理公司。最近公司接了个大单，刚好我也腾出了手，就过来看看。什么大单啊？都去忙吧。好的，老板，走吧。你那个方案还得再来一下。你听说过星川国际吗？是跟他们的合作。就是那个身家过百亿的星川国际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我可是听说他们老板实力强大，神秘莫测，年纪轻轻就创立了星川，享誉整个国际。可是就没人知道他长什么样子。没错，有机会我也想见见他。走，带你看看我的办公室。少爷，我们找到小姐了。小姐逃回了华国，躲了3年，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，还开了一家设计公司。我们用星川国际和小姐搭上了合作，这才取得了小姐的位置。让小姐准备好逃走说辞，回国。是。
喂，小姐，少爷的飞机今天到华国。他还是找来了，他还是找来了。星夜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。那既然你活儿都安排好了，不如咱们去逛街吧。以前因为齐言不喜欢物质的女人，我都没给自己买过什么奢侈品。这几年我过的都是什么苦日子？走，逛街。星夜，这款包包真的好适合你啊，好看。好像确实还不错。这个，还有这个，都给我装起来。好的，小姐，你眼光真好。这些呀，都是我们店里的最新款。刷卡。好的。唉，原来这就是被富婆包养的感觉，好爽！能不能再多来一点啊？小姐，这张卡好像被冻结了。动了？肯定是梁家知道你和齐家闹起来了之后，就故意用这种方式来逼你低头的。星儿，好巧啊，你也来逛街？你喜欢这些包啊？我记得这可都是刚出不久的新款，可不便宜啊。星儿，有钱买吗？不是说病了吗？怎么现在春光满面的来逛街啊？该不会是回光返照了吧？乔星夜，你少嘴硬了！你的银行卡都已经被阿言冻结了，哪里来的钱买这些东西啊？别到时候让别人替你打肿脸充胖子。你怎么觉得我就会打肿脸充胖？刷这张。天哪，竟然是张黑金卡！竟然是张黑金卡！黑金卡？星夜，你怎么会有黑金卡？据说全球拥有黑金卡的人不到10个呢。有生之年居然能看到黑金卡，这人什么来头啊？居然随随便便能拿出黑金卡！听说黑金卡光有钱还开通不了呢，非得是有权有势的家族才能开通。怎么可能？乔星夜，你怎么可能会有黑金卡？该不会是从哪个老男人身上扒下来的吧？黑金卡，一张破卡，犯得着他去偷？去请！乔星夜，你可真让我好找。哇，好帅啊！这个男人好帅啊，而且说不准还是个顶级财阀。你看他手上的腕表，可能是个价值千万的高奢品牌。他和那个女生什么关系啊？看起来好亲密的样子。你怎么来了？还敢问？一走就是3年，胆子很大哎！要不是星川跟你合作，我还真找不着你。原来星川背后的人是他。星夜，这人谁啊？我哥。乔总，这里不是谈合作的地方，走，我带你换个地方。苏苏，我先走了。啊，好好好。乔星夜这个贱人，难怪那么轻易跟阿言解除婚约，原来是被别的野男人包养了。我现在就告诉阿言，
让他彻底厌恶你。乔星夜，哥，想好怎么跟我解释3年前逃走的事了吗？我自幼被哥哥一家领养，别这样，在国外长大，他们几乎是把我捧在手心里宠爱的。给我！直到3年前，父亲去世，公司动荡，哥哥被债务缠得焦头烂额。那个喜欢哥哥的盛家千金盛纯，居然绑架了母亲，并以此威胁我离开哥哥。我答应你，离开这里。哥，我好想你。好了好了，没事了啊。怎么，吃苦头了？哥，当年我不是故意离开你和妈妈的，是因为盛家威胁我。他们威胁你，你就怂了？没用的东西，被别人欺负了，自己还委屈上了。我那些年都怎么教的你？任何时候都不能有心，可被用来威胁的那个人是你。哥，妈妈还好吗？好得很，为了你吃斋念佛了3年，怕你这温室里的花朵被外面的霜给打死了。啊，妈妈真的3年没吃肉了？那你以为呢？行，这件事情事出有因。但齐家的事呢？这次要不是我回来，你是不是就已经嫁了那小子？于彤，你是说乔星夜真的和一个野男人在一起？千真万确，我当时极力劝阻，但他还是跟那个野男人跑了。哎呀，我看他呀，就是在演戏，故意找个男人让你看见，然后再告诉我，以为这样我就能哄他了啊！于彤，你信吗？他现在肯定等着我打电话质我。可是我看他跟那个男人很亲密。不可能！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，证明给你看。说你话呢，你是不是喜欢齐家那小子？当然不喜欢，我跟他联姻只是为了让盛纯放心。是吗？可我怎么听说，你这3年对他又是伺候又是照顾，还帮这个废物解决公司的麻烦，连我都没舍得让你伺候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我那都是演给他看的。演到全港城的人都知道你乔家大小姐对他齐家大少爱而不得。乔欣怡，你可真出息啊！哥，我真的不喜欢他。啊，对，他还有个白月光呢，说不定他现在就跟他白月光在一起，根本没空理我。怎么不接啊？不是什么重要的人。啊，哥，我帮你接。乔欣夜，欲擒故纵也要有度。你找个野男人演戏，不就是想吸引我的注意吗？用这种手段传出去了，也不怕丢家族的脸？谁告诉你我是演戏了？你口中的野男人现在就在我身边。还有，我告诉你啊，没事别来烦我，滚！野男人啊！我
我就随口一说，我没骂你。是吗？太近了。近？那小的时候，我们离得不是更近吗？嗯？哥，时候不早了，我送你去酒店吧。不用了，今天我就住你这儿了。住我这儿？不行。行啊，那我去帮你拿条浴巾，你洗个澡，好早点休息。喂，喂，乔欣叶居然敢挂我电话，难道他身边真的有什么野男人？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阿言，就算乔欣叶跟野男人跑了又怎么样？你们不是都已经退婚了吗？什么退婚？他怎么可能真的跟我退婚？对不起，月头，你先听我说，你现在身体不好，先回医院休息，好不好？啊！阿言，阿言，阿言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心 cannot be 一心不 connected 动玩到 at 这 the 时候， moment. 不就是想让我回去见他？ Please 好啊，很好，我现在就给他这个机会。Insane inside, the danger gets me high. Can't help myself, got secrets I can't tell. I love the smell of gasoline. 3 I 年 like 前， the 哥哥的 match 身材 to 好像更 taste 早。 the heat. 乔欣叶，你可真没出息，以前就对这个人没有 Watching 依 as 靠， the flames 现 get 在开始。 higher. Oh, I've always 哥， liked to play 我 with 帮你吹头发吧。从小到大都是哥哥在帮我吹头发，但以后我不想再被他逼活了，就想跟他并肩。啊！对不起，哥，烫到你了。 좀더 가까이 다가와서 나의 품 안에 기대. 对不起，我没站稳。倒要看看，是不是真的和那个野男人在一起？乔欣叶，开门！我数3个数，你要是再不开门的话，我就把你家锁给你撬了。3、2、1。皇上。姐，你有病啊！大晚上私闯别人家，你居然真的在跟野男人私会，你还要不要脸啊？我们已经退婚了，我和谁在一起跟你有关系吗？赶紧滚！你跟我退婚的理由就是为了这个野男人，亏我还担心你跟我退婚之后伤心难过，结果你早就出轨了。乔欣叶，你可真是下贱！你信不信？你再敢羞辱他半个字，今天我就让你从这里躺着出去。你是什么人？居然敢在华国境内持枪！华国可是禁枪的，不能让哥哥因为一个狗男人惹上麻烦。哥，佳，你要护着他。不是，哥，这种人不值得你大动干戈。滚！姐，还不赶紧滚！别逼我报警！你给我等着！星儿，
这就是你说的，他一点也不在乎。我能解释，齐恩就是个臭屁的自大狂，既要又要的狗男人。他今天这样，无非就是因为我当着所有人的面说要跟他退婚，让他丢了面子，他才恼羞成怒过来找我。真的。退婚？对，我已经宣布我不要他了。这还差不多。哥，门锁被齐安那个狗东西弄坏了。没事，反正我本来也没想住在这么寒酸的地方。这还寒酸？可是全市最好的别墅区了。收拾东西，你跟我回家。家？只属于我们的家。乔欣欣，你这个贱人！下午演那一出戏，果然是为了勾引齐言。该死！偏偏这个时候，心脏又出了问题。不行，我不能给阿言和乔欣叶旧情复燃的机会。喂，阿言，我今天都被医院诊断出心脏出了问题，我好难受。你回来陪陪我好不好？什么？我马上就回来。我就知道，不管乔香叶怎么左右，只要我一个电话，阿言都会抛下他来找我的。阿言，你回来了。雨桐，你怎么样？阿言，我今天被医生说不仅有子宫癌，还诊断出了心脏有问题。怎么会这样？阿言，我听说有一处别墅叫听兰林居，风景特别美，不仅临湖边，还每天都能看到日出日落。如果能住在那里疗养，一定很幸福。那我买下来送给你啊。可是那里的价格好像堪比天价。没关系的，无论多少钱，我都会买下来送给你的。阿言，你真好。听兰林居，这也太豪华了吧！这是你的？是你的。谢谢哥。好了好了，星儿，什么时候你才能发现，我已经不满足于只做你哥了？本来就是打算送给你的成人礼物，虽然没有在18岁当天送给你，不过现在也不晚。当然不晚，哥，我很喜欢。喜欢就好，今天早点休息，有些账我慢慢给你算。走了。好久没有睡过这么舒服的觉了。星儿，醒了。
你来给我送早餐啊？喝点牛奶。谢哥。睡好了吗？怎么不多睡会儿？我公司今天还有好几个项目要忙呢。你今天没事吗？或许有些事应该循序渐进。有，等我忙完就去找你。好。唉，雨桐想住这里，今天不管多贵，我都要买下来。走吧。站住！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我们总裁想看看这的房子。看什么房子？这里有主人的，赶紧走！乔青叶，你怎么在这？齐言，乔青叶，这里可是听兰邻居，是华国数一数二的顶级状元，你有什么资格出现在这种地方？那真是不好意思了，我住着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是这儿的女主人？我说你脑子进水了是吧？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大话？我看你才是脑子进水了。乔小姐就是听兰邻居的女主人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被男人包养是不是？看来你离了我，真是一败涂地，居然靠着傍男人来获取安稳。齐言，我说你还真是癞蛤蟆张嘴不咬人，纯恶心人。你恼羞成怒了是不是？我警告了，今天不管你傍上了谁，立刻离开听兰邻居。雨桐病重，我要租下这里疗养。我去你！少爷，保安，麻烦以后不要再让这只死癞蛤蟆出现在听兰邻居半步。是。先回医院。阿言，你来了。谈的怎么样？还顺利吗？抱歉啊，芋头，听兰邻居那边被乔欣也租下来了。星儿，他现在身无分文，怎么可能租得起那里啊？该不会是靠什么野男人吧？这样的女人，纵我的嫌脏！哎，阿言，别生气了。反正你们现在不是已经退婚了吗？放心吧，今天晚上裴家有一场晚宴，我会过去。等我和裴家谈成这次合作，必定会声名大噪。到时候随便联系一家人，给你租一套和听兰邻居一模一样的。真的吗，阿言？你太好了。对了，裴家的晚宴，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吧？裴家二小姐裴珊是我的闺蜜，到时候我还能替你说说话。可以。雨桐，你简直就是我的小福星，比乔欣叶那个女人强多了。老板，拿下这个项目，我们公司这个季度5000万的任务算是彻底完成了。终于能松口气了，去忙吧。好。星儿，哥，这是裴家送来的邀请函，说今天晚上有一个小型晚宴，你陪我一起。晚宴？可是我没有准备合适的礼服。你能出席，就是给他们很大的面子了。准备什么礼服？何况你这样就很漂亮。
好久不见啊！是啊，看样子我们最近的项目很顺利。你起床别来了，来，这表是新的吧？看起来气色真好。多喝了点。罗伯，先去吃点东西，我上去谈个生意，很快就下来。乖。好。就上次跟你说的那个，该死的乔欣叶，居然连裴家的宴会都能混进来。珊珊，我看到星儿了，不如我们去打个招呼吧。一个乡下来的一无是处的村姑，也配来我裴家的宴会上？哟，这是谁啊？都和齐家退婚了，怎么还能出现在这座城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有请柬吗？走进来的，没有请柬。没请柬还敢来？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哎，珊珊，别这么说星儿，毕竟人家才是梁家真正的大小姐。雨桐，你别再帮她说话了。什么梁家大小姐？梁家早就不认你了。何况你看看她穿的这副样子，跟个乞丐人。参加宴会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。怎么和齐家退婚了，连件像样的礼服都买不起啊？看看这副样子，这种人怎么放进来了呀？赶紧把他给赶出去！是啊，赶紧赶出去吧，免得在这丢人现眼。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就是啊，赶紧把他赶出去啊！吵什么呢？把他给我赶出去！吵什么呢？乔青叶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阿言，星儿应该是太想见你了，你不要怪他。穿成这样进来，生怕不给梁家丢脸是吗？阿言，星儿应该是打听到你在这里，特意过来的。星儿，你不要生阿言的气。少来恶心我！乔星叶，雨桐好心关心你，你别不知好歹。我告诉你，你和齐言之间的事儿彻底完了。齐言喜欢的可是雨桐。裴小姐说的没错，乔欣叶，我劝你啊，还是不要再死缠烂打了。我对你没有任何兴趣了啊！听到了吗，乔星叶？齐少不要你了，你这个港城豪门第一少奶奶的梦到头了。我还得感谢他的不娶真呢。你还真是嘴硬啊！看看你这身打扮，穿得跟个乞丐似的。过不了多久，你这个曾经的大小姐，怕是要到红灯区去卖了吧？这动手了！乔星叶，你疯了！你敢打我？打你怎么了？就你这张嘴，死了10次8次都不为过。星儿，你怎么能打珊珊呢？星儿，你快给珊珊道歉吧，要不然裴氏要是追究起来，梁家会受牵连的。梁家受牵连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和梁家早就断绝关系了。乔星叶，今天我必须要好好教训教训你。保安，保安呢？把他给我丢出去！哎，这裴总连自己的家里人都管不好了，让这疯狗乱有人。我看合作的事就不必了。啊，乔爷，不是什么大事儿，都是一些小孩子在那胡闹罢了。回去干嘛呢？没事。他怎么过来打他一巴掌？对啊，你在这胡闹什么呢？哎，你看，乔小姐，哥，你为什么打我？你个蠢货！你让我们家损失价值几十亿的订单，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我不过就是教训一下那个贱人而已嘛。你，金瑶哥，你别生气，不关你的事。美珊，你给我回到自己房间，给我好好反省。给我过来！
怎么回事？裴总怎么会为了乔星夜突然发这么大的火？不对，怎么可能是因为乔星夜？肯定是因为宴会被毁了。凭什么呀？我干嘛要给他道歉啊？哎呀，我不去啊！外面怎么回事？裴家的人来了，说是要给您道歉。道歉？裴山，告诉你，乔星夜的背后可是乔爷，是我们惹不起的存在。今天无论如何，你必须获得他的原谅。走，你就给我滚出裴家！哎呀，有那么严重吗？没想到乔星夜居然有公司啊！二位请进。走。裴总来找我，有什么事儿？昨晚是裴山不懂事了，我带他过来给你道歉。啊，是吗？是。对不起。大声点儿。对不起。还有呢？乔星夜，你能原谅我吗？裴总，我看你这妹妹反骨也挺硬的。你说她是诚心在求得我的原谅吗？你，裴山，你给我滚出去！乔小姐，我能冒昧的问一下，你跟乔爷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你跟裴山的矛盾不应该带进我跟他的合作。裴总是在威胁我吗？裴总是在威胁我吗？我只是不想让不相干的人和事耽误了跟乔爷的合作。喂，星儿，我听说裴静瑶去找你了。啊，是，他说我影响了你们之间的合作。哥，要是真的不错的合作对象，可千万别被我影响，要公私分明。裴静瑶，你这样做事的方式可不太好吧？我们的合作暂停吧。乔爷，对不起，乔爷，我是真的不知道您和乔小姐的关系，我是诚心带着裴山来给乔小姐道歉的。那就等星儿什么时候原谅你，我们什么时候再合作。乔爷，对不起，乔小姐，我不应该威胁你，我保证，裴家还有裴山今后再也不惹您，还请您帮帮我们，求求乔爷。我尽量。不过裴总也别抱太大的期望。谢谢乔小姐。那我乔星夜，都是因为你我才这么丢人，我不会让你好过。等我把事情告诉梁家，看你还怎么得意。妈，雨桐的病又严重了。我问医院，医院和我说，雨桐的主治医生晋阳又出国了。我听说这个晋阳是乔星夜的闺蜜，我怀疑就是乔星夜从中作梗，不让她给雨桐治病的。他平时爱跟雨桐争宠也就算了，怎么在这种大事上面他也敢插手？这个乔星夜心肠真是狠。3年前要不是因为他污蔑雨桐开车撞他，咱们怎么可能把雨桐送出国治疗？害得雨桐现在身子这么弱。也不知道是被哪个没教养的家庭收养，养出这么刻薄的性子，对我们梁家人没一点像。算了，不提他，雨桐的病要紧。珊珊，你来啦，来坐。伯母，
雨桐怎么样啊？身体越来越差了，会好的。对了，伯母，今天我来啊，其实还想跟你说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啊？您知道吗？乔兴业啊，在东方国际大厦开了个工作室，规模还不小呢，应该挺赚钱的。什么？你会不会是看错了？乔兴业他一无是处，什么都不会，他开什么工作室？千真万确，我还特意查过了，他们公司啊，光是去年1年就赚了700万呢。700万！好你个乔兴业，居然把我们瞒得死死的！哼，我说怎么跟齐言退婚之后就一直不回家呢？感情是有钱呢。乔兴业这个白眼狼，挣了这么多钱都不知道回报娘家。我看他就是故意的，说不定雨桐的主治医生不愿意来，也是他故意从中作梗，真是翅膀硬。哼，金昭，你联系人，把他公司封杀了。好。老板，梁家那边现在给所有大小公司放话，要对我们全面封杀。梁家这是不想活了，对自己的亲女儿赶尽杀绝，他们还要不要脸？亲女儿，哎，他爸，你过来一点。你就是星夜吧？哎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！这是你妹妹雨桐。妈，姐姐回来了，我也该走了。哎呀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你们都是妈的好女儿，傻孩子！哎呀，傻孩子！妈。梁雨桐，是梁雨桐，雇了人要开车撞死我，不可能！彤彤这么温柔又这么善良，怎么可能是他做的？我看你就是一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你就是故意诬陷雨桐。彤彤，你没事吧？爸爸一会儿送你去医院。我有证据，你们狡辩也没用。梁雨桐，我要你坐牢。哥，帮我教训他。去个厕所。1个小时内灭了梁家。老板，我刚看到是一位帅哥送你进来的，你该不会是谈恋爱了吧？什么恋爱了？别胡说八道！你现在本来就是自由身，谈个恋爱怎么了？道理是这么个道理，可我的身份还是他的养妹，要是传出去，恐怕会对他的生意有影响吧。哦，对了，有一位刘女士要见你，似乎来者不善。让她进来吧。好。
乔星夜，你哪来的钱开这么一间工作室，还赚了这么多钱？是不是用了什么下作手段？什么下作手段？你一个女孩子，去年赚了700万，你别告诉我是因为你有能耐，靠一张嘴别人就把项目给你了。我告诉你，咱们梁家丢不起这个人，你给我赶紧把这工作室关了。你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手画脚？因为我是你妈。我有承认过你是我妈吗？从我回梁家那天起，你就从来没正眼瞧过我。在你心里，恐怕只有梁雨桐这一个女儿吧？那是因为雨桐身体不好。是啊，她身娇体弱，她可怜兮兮，所以我就应该把我自己的一切全都让给她，还要纵容她一次又一次的针对我，甚至差点搞死我。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车祸那件事情不是雨桐做的，我把她养在身边这么多年，像亲女儿一样。你现在要把她送进监狱，你这么狠毒，让我怎么不偏心雨桐啊？既然如此，那你们的事也和我没关系了。梁太太，很快你就该忙起来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喂，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什么叫公司资金链突然全断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蠢货，你去找乔星夜了？是啊，我正想跟你说呢，他根本就不是我们认识的这么简单。他去年居然赚了700万！给我闭嘴！只要他提什么条件，你都答应他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半个小时前，公司所有合作方突然打电话要终止合作，我查到现在才知道他们受命乔星夜。这怎么会这样子啊？这件事你赶紧去给我处理，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要不然你的梁太太大概也就到牢了。萧总有令，让我们把你丢出去。什么？走！乔星夜，你怎么敢？你乔星夜！哥，行。哥，你喝酒了？行，行。哥，行。行，告诉我，我是谁？你是乔荣川。哥，你喝醉了。如果此刻乔荣川是清醒的，接下来发生什么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可他不清醒。我去拿醒酒药。星儿，不准跑，再跑，打断腿。只是喝醉了也不忘微笑。好，我不跑了。这也太残暴了吧！把我咬成这样，我还怎么出去见人啊？星儿，这么热的天，带个丝巾干嘛呀？装饰用的。我公司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站住！先过来，把早餐吃了，一会儿再去。
吃饭就要靠近，要是被看到了怎么办？怎么，让哥哥去抱你？我吃人吗？星儿，这脖子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啊，可能虫子咬了吧。虫子？那这虫子讨厌吗？挺讨厌的。行了，快把早餐吃了，一会儿哥送你去公司。啊不。好。星儿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明白我的心意？电话打通了吗？七言，你可算来了！乔新叶那个白眼狼，他不仅要毁了咱们梁家，还想毁了我们所有人啊！什么意思？大爷，星儿一直不肯让他那个医生朋友帮我做手术，妈妈去工作室求他，可被他赶了出来。而且他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，把咱们梁家逼上了绝路。乔星夜他就仗着自己开了工作室赚了几个臭钱，根本就不把我梁家放在眼里。要我说呀，假如他没了工作，还不是得老实巴交的回我梁家。唉，可惜啊，我梁家出了问题，不能直接对付他。我知道要怎么做了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乔星夜，有阿银出手，我看你的工作室还能撑多久。别让自己那么辛苦，有事儿给我打电话。我知道了，哥。路上小心啊。好。乔星夜，你又跟那个野男人苟合，Oh no！ 一大早上就在这狗叫，不会说话就把嘴闭上。乔星夜，你又打我！我打你怎么了？你嘴巴再不干净，我继续抽你！你脖子上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跟那个男人睡了是不是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乔星夜，我告诉你，和那个男人断了。什么意思？字面上的意思。我娶你，你当齐少夫人，不管是在齐家还是在梁家，都不需要你在外面抛头露面。我跟他断了，难道你们养着我？这不一直都是你想要的吗？我现在都可以给你，但是你现在必须要答应我一个条件，让锦阳立刻加入到雨桐治疗团队当中。只要雨桐的病好了，我可以随时跟他断联系。在你眼里，这就是我想要的。那你还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什么也不会想要你。你说你性格也不好，对我也不好，心里还有其他人，而我呢，一年挣个几百万吧，长得漂亮，性格又好，我想要什么样的男人？非要你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江远，你现在就过来接我。还有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办法，
让乔青叶的工作室今天必须给我破产！我交给你的事儿，你办的怎么样了？齐总，所有企业都陆续回复说，不敢结束和乔新叶工作室的合作。什么？为什么不敢？说是被警告了。能有这么大能耐的人，想必是乔青叶背后敢拿枪的那个男人。他究竟是谁呀？过来。脖子怎么越来越红了？那虫子这么厉害？是挺厉害的。擦药了吗？没有。那个，可能离得太近了。那怎么了？女大必妇，你懂不懂啊？我是你爸。不论男女，不是自己的另一半，任何异性都要保持距离。这是你以前教我的。记得还挺清楚。那星儿，你听我的话。听啊，我一直都很听话。梁家人现在想方设法的去找晋阳，说是让晋阳给梁雨桐治病。这件事，你怎么看？不治。哥，你会觉得我心狠吗？哥，你会觉得我心狠吗？我又没让你做慈善。也是，那我不做善事。行，你能想通就行。上楼吧，去睡会儿。好。没见这些年，小姐坚强了不少，确实没有以前心软了。看来这个梁家果然让她受了不少委屈。要不要帮小姐出手？不用，先让她自己慢慢玩吧。况且，这个梁雨桐迟早会作茧自缚。喂，梁小姐，你是？梁小姐这么快就把我忘了？3年前我帮你制造了一场车祸，差点撞死你那个妹妹。闭嘴！我们当时不是说好了，我给你500万，你出国永远别回来。我女儿得了重病，国外消费太高了，我们生活不起，你要再给我100万？不可能。那这钱，我可能就要找那位乔小姐商量一下了。你在威胁我？我去哪给你找100万？梁小姐，你在梁家什么地位我都知道，你这些年可比那亲女儿有地位多了。想讹我？信不信我送你去坐牢？谁去坐牢？谁去坐牢？一个诈骗电话，我跟他说让他别再骗了，到时候会坐牢的。是这样吗？不然你认为是什么？没什么。雨桐好像有点不对劲。阿爷，你和星儿谈的怎么样了？乔星夜还没有让晋阳加入到你的医疗团队当中。没关系的，阿爷，我想去见一下星儿。见他？你见他做什么？
我想去跟他解释清楚。我知道你们现在都被他闹得不得安宁，这些事情都是因我而起的。好啊，我知道了，回去和他说。好，谢谢阿言。乔欣，乔欣，你等等，乔欣，你到底是不是女人啊？为什么每次见面都要打我？我是不是女人，反正你又没有机会验证，你在这瞎操心什么？乔欣，你先听我说，你能不能先跟我去医院？雨桐要见你。他要见我？对，他说他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讲。既然梁雨桐不老实，那我就和他玩玩。好啊。星儿，你来啦。阿言，你先出去吧，我和星儿有些话要说。没事的，你先出去吧。啊，乔欣叶，雨桐刚做完治疗，你最好别乱了。做的还挺好。星儿，阿言要给我买下天蓝邻居，你知道吧？你住不进那个地方。可阿言告诉我说他已经买下来了，现在正在处理，不出半个月，我就会搬进那个地方养病。啊，他这么跟你说的？羡慕吗？那恭喜啊！什么时候搬进去啊？要不要再办个宴会庆祝一下？记得邀请我。肯定会邀请你的。不出半个月，我就会搬进那个地方。乔星夜，我记得我说过的吧？离开港城，这里的一切都不属于你。你真的很嚣张。我知道，你有一个工作室，一年能赚700万。不过你放心，那个地方很快就不会存在。那个地方很快就不会存在了。是吗？你的亲哥哥梁今朝和你的前未婚夫齐言已经联手，他们要关了你的那个工作室。最亲的亲人从未接纳过你，齐言也从未真心待过你。乔星夜，你回港城这么长时间，在这里还是一无所有，你何必在这里惹人厌？早点离开，对大家都好。你很想让我离开，而且还很着急让我离开。梁雨桐，该不会是当年的真相要被翻出来了吧？我有什么可着急的？我只是替你感到可悲。与其在这里被折腾的一无所有，倒不如带上你挣的那些钱去过自己的日子。但是我想在这等着看你死了再走，那怎么办呢？要不然你先死一死。你搬进听兰邻居，关掉我的工作室。好，那就等你关掉了我的工作室，喝完你搬进天蓝邻居的庆祝酒，我再走，怎么样？你说的是真的？要不然我们打个赌，你要是赢了，我任你处置；你要是输了，给我100万。你输了，任我处置。不光是我，还有我的所有财产，全都任你处置。好，一言为定。那你可得加油了，别在这之前就没了。你
你这又是什么戏啊？你这又是什么戏啊？雨桐，雨桐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雨桐，小心叶，你对雨桐做了什么？你是不是对雨桐下毒了？我还需要给他下毒？没有我，他也活不了多久了。梁雨桐，你对自己下手可真够狠的。小心叶，你居然敢对雨桐下毒！别接着闹了！报警！我必须报警！你怎么狠毒？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！阿言，还愣着干什么呀？报警！好。喂，你好，我要报警，这里有人下毒。雨桐，医生，医生，医生。他们说你下毒，下的什么毒？等我哥来了再说。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你也得给我解释清楚！等什么哥？赶紧说！所长，证据也带回来了？没有。没有乱抓什么人？老子就是教你们这么办事的吗？啊！还不赶紧把人给我放了！乔先生，哥，他们可有为难你？你再不来，他们应该就要打我。乔小姐，我们可没有要打你啊！你用笔摔我了。这件事情，我要真相。啊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的。走。哼。星儿，不是说去玩吗？就是这么玩的，直接把自己给框里了。这是个意外。那这些年还有多少这种意外？梁家，好一个梁家！是那个男人来捞的你？谁捞的我重要吗？反正不可能是你这个前未婚夫。乔星月，你贱不贱？你这样堕落对你自己有什么好处？那为你守身如玉也不行啊，毕竟你不配。想为梁雨桐讨回公道啊？这公道你怕是讨不了了。我现在问，跟你在一起的那个男人到底是谁？我喜欢的人，我爱的人。你爱的人？我们退婚才多久？乔星月，你到底要不要脸？哥，你爱的人？没。星儿果然长大了，都有爱的人了。告诉哥哥，是谁？告诉哥哥，是谁？没有，我瞎说的。那我怎么觉得？你有呢？真的没有，你别胡说了。我一会儿还要去医院找唐苏呢，她生病住院了，我得去陪她。行，让楼林跟着你一起。不用，她是你的贴身保镖。听话，不然我不放心。好。
孩子长大了，心里都能藏住事了。小姐的心里肯定有你，这你放心。是吗？是。说。卢林，曾任国际顶级杀手榜第1的顶级杀手，退下来之后成为乔荣川的心腹，居然跟在乔兴业的身边，还对乔兴业毕恭毕敬。之前查到乔兴业是乔家的养女，可现在看来，他们的关系可能不只是养兄妹。找个私家侦探，一定要查清楚乔兴业和乔爷的关系。裴总，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显示，乔小姐跟乔爷的关系恐怕要比养兄妹更加亲密。难怪我看乔爷看到乔兴业的眼神都不一样，原来是挂着兄妹名头的恋人，那这个乔兴业更得讨好。之前我让你给乔小姐送的礼物，都送到了吗？按您的吩咐，每天都会送一份礼物过去。老板，裴少那边又派人送了礼物过来。去忙吧。好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过来看看你。你工作你的，我待会就走。啊。他怎么突然靠这么近？慢慢的长夜，慢慢的思念，怦然心动的一瞬间，只要你在我身边，不知不觉都忘记了时间。漫漫的长路，慢慢的领悟，没有你快乐。什么东西？啊？香儿，这是什么？哥，你别误会，这是裴静要送的赔罪礼物。赔罪送钻戒，你信吗？你信吗？哥，这真的不是我收的，我连打开都还没有打开过呢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我对天发誓，我之前在港城和他没有半分交集，你应该知道的。哥，你不相信我？信。你说你把礼物送错了，送出去是戒指。对不起，老板，2个盒子的外观实在是太像了，所以就……喂，楼特助啊。我们先生说，我们的矿产并没有要出口的意思，裴先生还是不要太费什么心了。什么？蠢货！还不赶紧去调查一下，乔爷现在在哪儿？是。乔爷，是你给星儿送的戒指啊？乔爷，这都是手下人办事不力，他们把礼物给弄混了。我没有想着要给乔小姐送戒指呀。但裴总的意思是，这就是一场误会，你对星儿没有那方面的意思。我对乔小姐绝对没有那样的想法，谅你也不可。乔爷，那您看合同？乔小姐，
还请您跟乔爷解释一下，这个合同对我真的十分重要。我哥的生意，我说了也不管用啊。管用，肯定管用。难道在别人眼里，我对于我哥来说已经这么重要了？他会不会真的有点喜欢我呢？裴总，你吓到我妹妹了，你先走吧，合同的事等我通知你。是乔爷。星儿，我去趟洗手间。乔星夜，你到底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让晋阳回来？神经病，吃个饭都不安生。说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星儿，什么时候武力值变得这么弱了？我这不是还没发挥呢吗？你就来了。乔星夜，你给老子说清楚，这个野男人到底是谁？你这个混蛋！欺负他，很好玩吗？我要杀了你！还有你乔星夜，你这个该死的女人！那我倒要看看，你今天有没有命从这里活着出去？正事要紧，你不是还有会要开吗？少爷，你没事吧？你查没查到那个男人到底是什么身份？还没有查到。废物，送我去医院。喂，爸，你马上给我滚来公司！滚进来！你到底在搞什么？你还和梁家那个养女搞在一起吗？你叫我回来，就是为了这个？为这？七言，陆家家族的那位已经选定裴家作为合作对象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他们原先不是注意我们的吗？明天开始，双方就要开始过合作流程。七言，你到现在为止，连对方的人还没有看到。七言，这次合作事关齐家的生死。明天开始，我会让人去医院看着这个梁雨桐。如果你这次拿不到合作，他也不用活了。裴少爷，乔爷说让你明天带上律师一起先看合同。谢谢陆特助，多谢了啊！哎呀，这次的合作多半是成了。多亏打听清楚了乔爷和那位乔小姐的关系。星儿，喝不喝？乔爷，感谢您赏脸来参加饭局，这杯我敬您。哥，我替你喝。哥要是喝多了，还不知道要对我怎么样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星儿果然长大了，知道体谅哥哥了。我哥今天胃不舒服，我替他喝。请。多谢乔爷愿意赏光，我敬您，谢谢。
来干杯！干杯！可以了，行，不喝了，坐。今天的菜特别好吃。哎呦，是啊，请吧，王总，喝。来，我敬您一杯。怎么了，星儿？不舒服吗？我想回家。走，我们回家。哎呦，走了，慢走啊，乔爷。干什么呀？你们什么意思啊？阿言，这些保镖是你们家安排的呀？什么意思啊？难道真想让雨桐去死啊？这些人确实是我爸安排的，我也是担心他们会对雨桐不利，所以才赶过来的。阿言，雨桐现在受不了刺激啊，要不还是先让他出院吧。哦，对了，天蓝邻居那边安排的怎么样了？我正在安排。阿爷，您要不先去照顾雨桐，剩下的事我来处理。安排出去听蓝邻居。是。曲教授，我要见他们的主人。是。啊，先生，那不是乔小姐车吗？乔星夜真的跟一个男人在一起？难道那个男人是这里的主人？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该死的乔星夜竟然敢把我拉黑！江远，派人去盯着乔星夜，还有裴清瑶那边也给我盯紧了。是。行了，星儿，哥，起来收拾一下，一会儿陪我去一下温泉会所。温泉会所？裴家他们约我在那里谈一个项目，你陪我一起。好。乔爷，裴少已经在赶去泉山的路上了。好，知道了。齐总，裴先生他们去了温泉会所。什么意思？他们今天要过合同啊！哦，对了，老先生也在去那边的路上。父亲也去了。是啊，走吧，我们也过去，把合同也带上。啊，好。陆家先生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齐氏集团齐进。哥，那我就不进去了，我在门口等你。好，乖乖在这等我。乔星夜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？知道今天我来这儿？我知道，最近这段时间我们闹得很凶。你嘴上说着不在意，还不是偷偷打探我的行踪，跟过来了。你不在医院好好陪着梁雨桐，跑这儿来干什么？
你又是在哪知道我在这的消息？你是故意跟来的吧？小新，我知道你心眼多，但是我今天要明白的告诉你，你要是把晋阳叫回来，继续参与到雨桐的质量当中，我呢，或许可以继续考虑和你在一起。齐言，你是智障吧？先生，我刚刚查了一下，乔小姐是和那个与你动手的人一起来的。乔星月，你和那个男人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吉言，你在干嘛？爸，你为什么跟这个男人在一块儿？爸，你为什么跟这个男人在一块儿？吉言，你在说什么？赶紧过来跟陆家先生打个招呼。陆家先生？陆家家族继承人？怎么可能啊，爸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你个混账东西，你要气死老子！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赶紧过来给陆家先生道歉，快道歉！陆家先生，请您原谅我的无礼。星儿，过来。你们谈完了？他们没欺负你吧？怎么可能？我什么时候被欺负过？我们走。你给我等着，回头再找你算账。陆家先生，我送送您。哎，少爷，目前陆家家族在港城只选择了一家合作方，目前选定的是裴氏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咱们齐家没机会了？少爷，你看你和星夜小姐闹的，现在这……少爷，容我提醒你一句，根据 F 国那边的一些传言，据说这位陆家先生最是护短。一个女人而已，他也至于？少爷，不管怎么说，这次和陆家没有谈成合作，往后齐家有麻烦了。还有就是你让查的听兰邻居，我查到他们的背后就是陆家家族。哎呀，乔星夜，哥，你帮我看看这个呗。星儿，你把这一瓶都喝了。怎么了？这可是全山的葡萄酒，劲儿很大的。傻不傻？啊，我不知道，我以为是果汁呢。谁家红酒是纯甜的呀？哥，哥，我在。乔荣川，你不要有别的女人好不好？你不要和别的女人结婚，好不好？ 어쩌다 이런 일이 생긴 걸까요? 어쩌다 된통 단단히 걷는 거죠, baby. I'm falling in love.
小新啊，我现在就问你，你跟乔荣川到底什么关系啊？你觉得我们是什么关系？乔爷，我们能见面谈谈吗？喂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去查，给我搞清楚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！这个齐言居然还敢纠缠星儿，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裴总，齐氏那边半点资金都不能流进去，否则我们的合作直接终止。明白。怎么会突然这么热？行，来，干杯！居然不小心喝了带料的酒。哥，你怎么了？你不是出去了吗？怎么这么烫？你又去哪喝酒了？香儿，香儿，哥，香儿，哥，你这是不对，这绝对不是喝了酒，更像是中了媚药。哥，你清醒一点，你清醒一点，哥，我可不是什么正人君子，你清醒一点，住手！哥，香儿，别做我的妹妹了，做我的爱人，好吗？爱人，爱人，所以哥哥也对我有那样的感情。我忍不了了，香儿。这发展的也太快了吧！快！你知道我等了多久吗？10年。10年，他居然比我喜欢他，还要更早喜欢我。 I'm still the one for you. 언제나 너인 걸 곁에서 널 비추고 싶어 떠나지 않는 별처럼. Don't stop. H-Man. Work the middle, work the middle, work the middle. You can don't stop. Work the middle, twerk the middle, twerk the middle. Don't stop.
这是在哪儿啊？星儿，哥，你还有没有感觉哪儿不舒服？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？过来。星儿，我这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，那什么，摔的吧？这伤是摔出来的。还有，我怎么在你房间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他不记得了？哥，你快起来吧，我还要睡觉啊！星儿，怎么了？我脚麻了。是腿麻了，还是哪里不舒服？脚麻了。真以为我什么都不记得了？哥，你欺负我！啊，不行，痛。什么不行？哪里痛？好了，不逗你了，快去换衣服，哥带你去医院看医生。当然，你要是还想再睡一会儿的话，那我也没意见。我先去换衣服。乖乖在这等我，我去给你拿药。好。你什么态度？梁小姐还是尽快出院为好，否则待在医院也不会给你们治疗的。我说你什么态度啊？你们医院怎么能这样？回来！哎，怎么能这么不负责？哟，乔星夜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你真是好狠的心呐！雨桐都已经这样了，你还要把他赶出医院？有病！你别装，雨桐被强制出院肯定是你的手笔，不然医院怎么可能会不顾齐家和梁家的面子，把他赶出医院？那谁知道是因为什么呢？说不定是梁雨桐坏事做尽，遭报应了。你，阿言，你别这么说星儿了，她现在已经不是梁家大小姐了，只能靠野男人维持生活，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能力呢？你还真是时时刻刻都这么近。我从小在陆家家族长大，是乔荣川的妹妹，我让你没地方指望，还需要靠野男人？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是陆家家族的大小姐？你怎么可能是陆家家族的大小姐？晴儿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梁攀明，你又是从哪冒出来的？晴儿，不管怎么说，陆家家族都不是你亲生家庭，还是回来吧。我得是脑子进了多少水，跟你回梁家。乔星夜，你别不识好歹，你只是陆家家族的养女，他们还能护你一辈子不成？是啊，星儿，我好不容易才让梁家和乔星夜闹翻，现在要是他再回来，那我不是前功尽弃了？爸爸，星儿不愿意回来也是正常的，她现在都已经是陆家家族的大小姐了，怎么可能看得起咱们呢？闭嘴！你懂什么？只要能让星儿回来，我梁家就能攀上陆家家族的大腿了，到时候何愁梁家不行了？你们是真当我是傻子，想借陆家家族的事，我偏不让你们如意。
楼头主，封杀梁氏。哎，星儿，放开！星儿，放开！星儿，你放开！哥，怎么回事？路上随便碰到的，烦死了。乔爷，星儿，你真的误会爸爸妈妈了。你想要什么，爸爸妈妈尽量满足你。梁先生，你觉得我现在还需要你们给我什么呀？是自始至终的漠视，还是没完没了的骚扰？梁氏集团的一切已经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，不要再来找我，我和你们也没有任何关系。乔爷，高抬贵手，放梁氏一马吧，毕竟我们是星儿的父母。哼，父母，差点要了他命的父母，梁先生，你也真有脸来求这份情谊。可是这件事不是雨桐做的，是星儿误会了。误会？那这场误会总得有人兜底。既然你们是他的父母，那就更加不能死。梁先生，你觉得呢？是，你们本是最应该照顾好他的人，但你们却把他推进了生死之门，让他差点命丧黄泉。你也真有脸来求？行，我们走。乔爷，星儿，梁雨桐当年差点杀了你，你为什么还对他们这么心软？可能我心里还是觉得他们是我的家人，一直有一丝幻想吧。以后有哥在，不会有任何人敢欺负你。Stay with me。哎，爸，爸，乔兴业找乔爷说清楚了吧？难道真的和雨桐说的一样？乔兴业为了报复我们，不惜把自己出卖给乔爷。如果真的这样的话，我梁金钊就当这辈子没他这个妹妹。你把她当妹妹，事到如今她还稀罕，整天雨桐。梁雨桐是怎么挑拨你们之间的关系？雨桐难道说错了吗？爸，你这是在维护乔兴业吗？星儿是陆家家族长大的，是乔爷名义上的妹妹，你们这种言语伤她。爸，你说什么呢？雨桐不是说他是在乡下长大的吗？就是因为乔爷觉得这2年对星儿没有妥善照顾，所以我们公司现在所有问题是乔爷对我们的惩罚。以后再让我听见你对星儿出言不讳，小心我撕了你这张嘴！这样，这件事交给你去处理。我滚！喂，星儿，我跟你说个好玩的事儿。梁雨桐之前不是被医院赶出来了吗？据说现在港城所有的医院都不接待他了。你说他这算不算是罪有应得？算。哎，我记得他之前还说自己要住什么听兰邻居，结果现在连医院都住不了，真是好笑。说起这个，我突然想起来，之前我还和他打赌，说他如果搬不进听兰邻居，就给我100万。我现在就找他要去。好啊好啊，你快去吧，别等梁家没了，你这笔钱可就要不回来了。好。梁雨桐，之前你和我打赌，你没有搬进听兰邻居，是和我打赌输了，记得打给我100万。我们可说好了，在这件事上你不许给我装傻，记得打给我100万。我没那么多钱。没钱啊？你当初和我打赌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呀。怎么，你想赖账？星儿，
求求你，求求你放过我好不好？我把爸爸妈妈都还给你。求你不要在医院的事上做手脚。不是，你没钱归没钱啊，别什么帽子都往我头上扣。记得把钱打给我啊！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星儿，你差梁雨桐那100万？不差，但是他和我打赌输了嘛，得要。不过他现在可没钱给你，之前开车撞你的那个人，现在正在管他要钱。这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哥，梁雨桐的事儿是不是你干的？怎么，星儿心软了？你看我像那朵开得正艳的白莲花吗？他在国内找不到地方医治，应该会出国吧？放心吧，他出不了。你这是要活生生的困死他？好好休息，哥还有工作要忙。雨桐，雨桐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啊？求求你救救我好不好？我不想死，我真的不想死。妈救你啊！你放心，妈绝不会让你出事的，没事。齐言这个家伙根本就靠不住，雨桐现在找不到医生，他也联系不上。这个乔星夜好狠的心呐！我当初就不该生下他。现在他不仅要对我们的公司赶尽杀绝，还想要雨桐的命啊！那就送雨桐出国治疗。出国？陆家家族竟然为星儿做到这个地步吗？可她只是陆家家族的一个养女，她是有什么办法？不行，现在他们误会乔星夜，去找他麻烦，吃亏的还是我自己。是啊，只是我养女，他到底用什么办法让乔叶这么对付梁家？雨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国外最好的医疗团队，你不用担心。谢谢哥。乔星夜，你可真是好样的。哥，我们这样真的没问题吗？有什么问题啊？整个 F 国的人都认为我们是兄妹，要是让你因为这件事情被针对，星儿，你觉得有谁敢针对我？傻丫头！先生，小姐大概无法出国。你什么意思啊？现在任何国家都不接受小姐过去，护照已经被限制买票，其他方式我也试过，水陆空三路小姐都走不了，甚至连其他城市都不能去，只能待在港城。知道了。雨桐现在出不了国，连别的城市也去不了。看来这个乔星夜是真想杀了他呀！妈，哥哥，带我去求求星儿吧，我不想死，我真的不想死。你放心，现在齐言大概率已经知道这件事了。我现在就和他去找乔星夜，无论如何，一定让你出去。乔星夜这个白眼狼，他竟然想要害死雨桐，真是歹毒。行了，别说了，这都是乔爷的人。这个歹毒的乔星夜，我梁金钊这辈子根本就没有他这个妹妹。再说了，等到乔家厌恶他的时候，他还算是个什么东西？你怕是等不到了。乔星夜，你到底想要怎么样？你闹了这么一大出，你想干嘛？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。看来梁雨桐在你心里也不怎么重要了。你……对了，之前梁雨桐为了能不能住进这儿和我打了个赌，赌注是100万。作为他的哥哥，还有他的爱慕者，
你们谁付一下？你要不要脸？雨桐都被你害成什么样了，你还想要钱？这钱我给，我把钱给你，你能让他出国吗100万就想买梁雨桐的命，他在你心里就这么廉价？哪来这么多废话？乔星夜，我告诉你，雨桐今天必须出国。那这事儿我做不了主，你得找我哥。乔星夜，我警告你，再这么过分，小心我活剐了你啊！那你打算如何剐了他？那你打算如何剐了他？你干的？乔爷，你误会了。星儿，你说句话呀！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动我的星儿？星儿，这个人打算怎么处置？啊？杀了如何？怎么？星儿不舍得？没有，我没有不舍得，你随便，随便。星儿，我可是你亲哥呀，星儿！亲什么亲？谁跟你亲？傻了吧唧！星儿，听我解释。乔爷，听说前2年星儿还在梁家的时候，你用这只手打了他，对吗？我没有。哥，这里不是安抚国，小心他杀手。下次他们再敢打扰，直接弄死。我们走。没事。怎么会这样？你们不是去找乔星夜了吗？怎么伤得这么重？今朝和乔星夜起了点冲突，被乔爷看见，然后就把今朝的手废了。他就这么看着？今朝可是他亲哥哥呀！是。我现在就去好好问问乔星夜。乔星夜，今朝可是你的亲哥哥，你怎么这么狠呢？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？怎么这么冰冷？你居然敢废了你哥的手！我的心是不是石头做的？你们又没悟过，你怎么知道？乔星夜，梁雨桐被送出国之后，梁今朝不止一次对我下手。梁太太，你知道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梁今朝那么多次差点绑架了我，梁太太明明知道是他做的，却一次又一次的压下了这些事。现在你还指望我能救他？救他那双早就应该被废了的手？你就算是他有错，那我不是也拦下他了吗？何况你并没有受什么伤害。是，所以只要我不死，我就活该是吗？我一直在努力平和你们之间的关系，希望你们之间好好的。现在雨桐的病得不到治疗，你哥的手也废了，公司也即将破产。乔星夜，你到底还想对我们做什么？这句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吧？我曾经不止一次差点死在你们手里。我告诉你，我别的本事没有，就是谁伤害我就还回去。梁太太要是真心心疼梁今朝和梁雨桐，就让他们以后看见我绕着走。你又是梁家，香儿，他们又怎么了？没事，我给骂回去了。香儿，过不了多久，他们就不会烦你了。等你的工作室处理好，我们就回安抚。真的？星星，你找我什么事啊？
之前和你们说过，我要回 F 国了，让你接手工作室的事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这个我还是没经验嘛。你用工作室的原班人马，按时给他们发工资，其余的事情不用你太操心。哎，要不这样，我呢先帮你管着公司，但是你还是最大的股东，等你想要回去的时候再拿回去。其实我不用你。星儿，你现在也只是陆家家族的养女，以后的路是什么样，咱们都不知道。你那个哥哥对你什么心思，我可都看出来了。你总得给自己留条后路。宝贝，还是你对我好。反正你就听我的吧。那好吧，听你的。工作室的事处理好了。苏苏帮我接管，我还是股东。这是怕我欺负你？有可能。告诉你过多少次了，不要去找星儿。金昭为什么为了梁雨桐的事找他？现在好了，金昭的手废了。那我不也是着急吗？雨桐已经断药好几天了。我看你是要为梁雨桐这事毁了这个家。梁氏最近遇到这么多麻烦，都是乔爷觉得没有处理好星儿和梁雨桐之间的矛盾，没有照顾好星儿。那场矛盾我不是已经解释过了吗？是他一直揪着不放的。难道你让我眼睁睁的看着雨桐去死吗？金昭是我唯一的继承人，你为了梁雨桐不照顾自己的亲生女儿也就算了，现在连自己亲生儿子也要毁了。我不想再看见你。梁雨桐是你的宝贝，从现在开始，金昭不是你的儿子，你只有梁雨桐一个女儿。小陈，把人给我带走！滚！小姐，门口有位姓刘的女士跪在保安亭，又哭又闹，要见。刘素媛，这又在干什么？来看看呐！让他进来吧。是。乔星夜，你知不知道金昭的手再没有恢复的可能了？你们可是血亲，你怎么……梁太太是来说教的，还是来质问的？乔星夜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安排下去，让梁金昭出院。是。你疯了吧？他可是你亲大哥呀！你已经把雨桐害成这个样子了，你现在还这样对你大哥？梁太太是不是失忆了？我和梁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们不是最喜欢以权压人吗？这些年没少用这种方式压迫别人吧？你不能这么做，你已经让雨桐有病不能医了，你不能这么对你大哥。亲哥这两个字，我劝你给我咽回去。知道昨天晚上我为什么没见梁金昭？为什么？就因为他说他是我亲哥，说我亲疏不分，我真的讨厌死了你们这自诩的亲戚，还亲哥，也就是我是你们的亲女儿。但凡换了别人，估计早就因为你不知道被人弄死多少次了。我在你心里就这么不堪吗？我本来以为你得了教训，应该会有点长进，真是可惜了。你不能这么做，他可是你亲。他厌恶梁家，他凭什么？明明一切都是他自己做的，明明，难道我真的做错了吗？松哥，是的，刘女士，这边请。哼。星儿，要不要出来玩？好。星儿，你是不知道，现在整个梁家都乱套了。啊？怎么说？梁雨桐不是被医院赶回梁家了吗？现在梁家全港城的给他找医生，可是呢，就是没有一个医生敢接。活该，
他梁雨桐不是什么都争，什么都想要吗？这下好了，把自己命给玩进去。梁家现在啊，可是到处找你。梁雨桐现在就想得到你的原谅。要我说，他们这就是自作自受。原谅？我和他们梁家现在可没什么关系，以后也不会有，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？就是。星儿，你快看，那不是梁雨桐吗？他不好好待在梁家治病，现在还乱跑出来干什么？走，看热闹去。我倒要看看这个白莲花要搞什么幺蛾子。看你姑奶奶不给你全录下来发网上。你以为我现在还怕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就要死了，你就把事情捅出去吧，大不了同归于尽。梁家对你这么好，会舍得让你去死？少他妈跟我说那些有的没的！我要200万！200万！梁雨桐这是被勒索了吧？梁家就算再不行，也不至于沦落到这个地步吧？哼，你也真好意思开口！当年那场车祸的所有交易费用都已经结钱给你了，现在开始勒索。车祸？醒醒，3年前的车祸果然是他策划的。很稀奇吗？除了他，谁还能干出这么蠢、这么坏的事？不要忘了，要的是乔新月他死，他死吗？你还敢来找我要钱？我现在会变成这样，都是因为乔新叶还活着。我要的是乔新叶的命，你没给我他的命，我就把钱全给你了。现在还来勒索我？我不管，我要200万！现在不给我这200万，我就把你谋杀乔新叶的证据交给齐大少。哦，对了，齐大少之前还是乔新叶小姐的未婚夫吧？这2个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哼，看我不把你们发到网上，让你们好好出名。搞定！哎，醒醒！站住！是什么？乔新叶！乔新叶，200万，1分都不能少！星儿，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样。跟我在这装白莲花呢。3年前那场车祸是你安排的，对吧，大小姐？不是，我没有。星儿，你真的误会了。误会？你确定？你还真是不见黄河不死心呢。苏苏，来了，梁大小姐，刚才你们2个人所有的对话，我可是一字不差的全都录下来了。什么？你给我！你抢也没用，我都已经发到网上了。什么？你发到网上了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完了，雅言不会要我。乔新叶，都已经这样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？从你3年前安排那场车祸开始，你就应该想到自己今天的下场。凭什么？3年前那场车祸是我安排的，那又怎么样？是你突然回来抢走我的一切，我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东西，我有什么错？梁大小姐，你都这样了，还死不悔改呢？我好不容易才拥有现在的一切，阿言，梁家，凭什么他一回来就要剥夺我的一切？我只不过是守护自己的东西，我有错吗？你没错，那是你的东西吗？虽然我并不需要什么梁家，也不需要齐言，但是我给你的你才能要，
我不给你的不能抢，明白吗？哼，你神经什么啊？你跟我有什么不同？哼，同样是养女，只不过是收养你的家庭比梁家更强而已。梁家那群亲疏不分的东西有什么资格跟乔家比？更别说你这个又蠢又坏的傻女人。我蠢，我坏，那你亲妈呢？我说什么她都信，她对你这个亲女儿却是毫无信任。她那根本就不是蠢，是有病。你明明可以不回来的，乔星夜，你已经有乔叶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回来抢我的东西？我抢你的东西？我从来没想过跟你抢任何东西，不管是梁家还是齐爷。不可能，我不信，这不是真的。你都这副德行了，我有什么骗你的必要吗？多行不义必自毙，你今天的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妈，乔小姐和梁小姐，不行，我得给先生打个电话。喂，先生，我看到乔小姐和梁小姐，他们现在在一起。他们俩在一起？他们在干什么？乔小姐在打梁小姐。这个疯女人，我马上就到。好。现在后悔也晚了，等着吧，很快你做的一切，整个港城的人都会知道，包括齐爷。你敢！我是后悔了，后悔3年前那场车祸没有当场撞死你。乔星夜，你也太过分了！你明明知道雨桐身患重病，真是脑子被狗吃了，装的这么明显都看不出来。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阿言，你终于来了。真会装，这又是玩哪出？乔星夜，你怎么能这么过分？你为什么要打雨桐啊？你脑子真的被狗吃了吧？我们为什么打他，他自己心里清楚。你应该问问他自己做了什么才对。阿言，我也不知道星儿为什么要打我，可能是对我、对梁家还有气吧。我没关系的，没关系。乔星夜，雨桐占了你的位置，本来就是不得已。你有什么气朝我发？你找雨桐干什么？有些人真是脑子不好，表面上看起来好好的，实际上也是个傻子。雨桐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阿言，你别怪星儿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不该。哪里来的一股莲花香啊？真是一朵遗世独立的白莲花！你星夜，星夜，齐言，你活腻歪了吧？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来，等着你被他们欺负吗？就凭他们，还欺负不了我。乔爷，您不能因为您的妹妹是乔星夜，就偏袒她吧？明明是他先动手打的雨桐。不管我们星儿为什么打她，但就凭一点，她是我乔荣川的妹妹，是陆家家族的女儿，她想打谁，是她的自由。乔总，您未免也太过于霸道了吧？您就不怕齐家生气吗？齐家算什么东西？我告诉你，再敢欺负星儿，我连你的狗命也要了起。哎呀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小心呀，你做错了事还敢这么横行霸道，你现在一点底线都没了是吗？我现在真瞧不起你。哥，我做错什么了？是我打了梁雨桐吗？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打他？问问他3年前车祸的真凶到底是谁？雨桐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3年前那场车祸的真凶不是都已经抓到了吗？乔星夜，你少在这污蔑我！乔星夜，
你没有证据就别胡乱指责。雨桐那么善良，怎么可能和他有关系呢？谁说我没有证据？这就是证据。雨桐，雨桐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我突然感觉好难受。乔新叶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雨桐都已经这样了，你想把他逼死是吗？齐恩，你不愿意看是吧？那我就扒开你的眼睛让你看，睁大你的狗眼，给我好好看清楚。我有200万。200万？哼，你也真好意思开口！你不要忘了，我要的是乔新叶他死。他死了吗？我不管，我要200万！现在不给我这200万，我就把你谋杀乔新叶的证据交给齐大少。哦，对了，齐大少之前还是乔新叶小姐的未婚夫吧？让他看看你这个毒妇是怎么毒害他未婚妻的。到时候看他还要不要你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蠢货！现在这个视频在网上已经流传开了，所有人都已经知道梁雨桐的所作所为。你还真是被你的梁雨桐骗得团团转啊！阿言，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样。这是真的。这视频是他们合成的，都是乔新叶想陷害我。对，是这样的，阿言。够了！梁雨桐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阿言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只是担心乔新叶会抢了我的宠爱，想教训一下他。我自小生活在梁家，我喊了20多年的爸爸妈妈和哥哥，最后却告诉我那不是我的家人，就连你这个未婚夫也应该是他梁家亲女儿的。我太害怕了。你害怕？你害怕就应该去杀人。星月，对不起，我也是被梁雨桐给骗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七，就因为车祸这件事，你就要否认我们之间所有的情谊吗？你差点害死他，你知不知道？是，我是做错了，可他也没死啊！乔星夜，都是因为你，要不是你回来，事情根本就不会变成这样。你为什么要回来？要不是你回来，事情根本就不会变成这样。你为什么要回来？星，是吧？星夜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梁雨桐，你还真是死不悔改啊！我本来想放过你，现在看来，我只好报警，让警察处理。报警？不行，我不能死在牢里。星儿，看在我们之前是姐妹的份上，你放过我好不好？现在知道就行了。早想什么了？我早就说过，你想杀了我，我不报复回去，我浑身难受。现在这样，挺公平的。阿言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看在我们之前的情分上，你帮我这一次好不好？就这一次。之前的情分，你所说的之前，你所算计的情分，你不惜踩着人命的算计，那也叫情分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出去。是。走。乔星夜，钱向着你又怎么样？你终究得不到梁家人的爱，梁家人一定会救我出去的。你给我等着！行，走。星夜，星夜，我错了，我也是被梁雨桐骗了。
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脸皮还真是厚啊！我们早就没什么联系了。我求求上天把你和梁雨桐锁死吧！这但凡换了别的姑娘，早就被你扎死了。不是的，星月，你先听我说。夕颜，别拿你的脏手碰我的星儿，星儿是我的。星月，我不相信你之前和我订婚，你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，是因为梁雨桐突然回来，你生气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你放心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见他了，我发誓啊！你脸可真大呀！抱歉啊，你之前留给我的心理阴影实在是太大了。我这个人自保的方式呢，一贯是武力，所以你以后最好不要出现在我眼前，否则我见你一次，我打你一次。星儿，这么懂礼貌，知道打人不对。星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真的不相信你会忘了我们那些过往，我们之间一直都是有感情的呀！啊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齐言，这些年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，我一直就把你当做一个工具人，我一直都有喜欢的人。不可能，我在你身边3年，你这喜欢的人不都是我吗？啊！ 나 오늘 고백할 거야 널 사랑한다고 애타는 내 맘 하나 모르고 고백할 거야 널 사랑한다고 애타는 내 맘을 받아줘 你们不是兄妹。星儿。 这可是你说的，可不能反悔啊！我从来都不在这些事上开玩笑。哥，我喜欢你，我们在一起吧。乔欣。 你真的要和乔荣川在一起吗？你知不知道他有多心狠手辣，并且像你和乔荣川的这种关系，放在别的地方是不会被人接纳的。嗯，你有什么立场去质疑我？星儿是我们陆家一手养大的，不管是什么身份，她永远是我乔荣川放在心尖上的人。哥，齐言。 你还是先好好管管你自己吧。你知道了车祸的事情以后，立马就舍弃了对梁雨桐的感情。你对他的感情也挺脆弱的，梁雨桐也挺可怜的，你的爱也挺可笑的。行，我们走吧。嗯。怎么了？ 我们什么时候回F国？怎么了？玩够了？梁雨桐那个绿茶进监狱了，梁家和齐言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港城的是非结束了。我想妈妈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好，明天我就让楼林安排，咱明天就回去。好。 星儿，哥，你先上车，等我2分钟。好。妹妹，我们真的错了，我不知道雨桐会做出这种事啊！不知道。你们梁家为了梁雨桐能牺牲一切，哪怕自己的亲生女儿。不是这样的，星儿，雨桐她……梁雨桐买凶要杀我。 你们却还在这装可怜，我信你们的鬼话。没有，我们不求你原谅我们，但求你回来。星儿，你还是回来吧，我们不会再相信梁雨桐了。梁攀明，你们梁家配让我回吗？梁家的下场早就注定了，哪怕你们现在跪下求我，也没用。星儿，
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们都知道错了。星儿，我不该怀疑你，不该让雨桐去害你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妹妹，我们真的错了，求求你原谅我们。星儿，该回去了。来了。星儿，你不能这样子，我石月怀胎生了你，承受了一个母亲所有的苦，我现在已经后悔了，我不会再偏袒梁雨桐了。你要我怎么做，你才肯原谅我？原谅我们梁家呀！你不能这么狠心啊，星儿！你对我的生育之恩，还有我跟梁家的血缘关系，都是你们自己放弃的。人说过的话就是吐出去的口水，难道还要从地上舔回去？舔得回去吗？星儿，星儿。走吧。走。星儿，以后不用再为这些而烦心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。我知道，荣川，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